所居住的这个圆形的地球，一定会经历4个时期：开始形成时期、存在时期、毁灭时期和毁灭之后的不存在。起初，由于地、水、火、风、空5大的特殊聚合形成了地球，然后逐渐出现了动物等内情众生，再渐渐出现了人类。人类从野果为食、树叶为衣、森林为家的原始生活时期，逐步产生变化，直到现在的高楼大厦林立，飞机翱翔蓝天，汽车飞驰地面，电视带来千里之外的讯息等等，这些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生活。当我们粗略地回顾历史，发现我们人类的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一直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先进技术的日新月异，由此创造的新东西时常在我们身边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和改善了我们的外在物质生活。如果我们内在的精神和道德情操也像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一样，不断的提高和改善，使得内外的发展步调一致、平衡协调，那么这些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从古至今，在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物质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相互依存而独立存在的。人与人或动物或大自然之间，不同的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他们中任何一对关系变成互相伤害的冲突，那么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众生肯定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灾难。因此，在外在的物质条件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应提高和升华精神领域，把这些关系变成充满慈悲与和平的关系。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使我们在地球大家庭中共同安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圣人，他们以超胜的智慧和博大的爱心，对慈悲心与和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言。而最深广的慈悲心与和平的教言，只有在佛陀的经典中才能看到。在2500年前，古印度有位名叫净饭王的国王，他有个王子名叫悉达多。小王子天生聪慧、慈悲仁爱，成年后娶了一位美丽贤惠的妃子，并开始统治王国。
强大而且富裕，外在的物质条件十分圆满。可是这些外在物质没能在他的心中带来完美无缺的安乐，他陷入了深思。我们人类和其他众生需要的安乐，用什么办法才能获得？想要获得的这些安乐，不能得到的根源是什么？而不想要的痛苦，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断除？痛苦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必定有个答案，一定要在这方面透彻的研究，直到得到真实的答案。于是，下定决心的悉达多王子抛开了眼前的权力和富贵，独自前往寂静的森林，苦修了6年。之后，前往印度金刚座，背靠菩提树而坐，继续思考一切外境的真相。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悉达多王子升起了内在的殊胜智慧，从而领悟了一切外境的真相，获得了大成就。此时，他找到了一切问题的答案，并且领悟到，世间所有的安乐来自于利益他人，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私自利的真理。此后，他时常教导弟子，只有升起无量的慈悲心，才是使自他获得幸福安乐的正确方法。在极为善巧而又具足无量慈悲心的如来前，观世音愿于看到6道轮回中的众生日夜被痛苦所逼迫，于是发下大愿，愿永远救度众生，直到轮回空尽，并开始精勤修道，最后得到诸如来的无量慈悲心合为一体的加持，而成就为广大灵感、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化身，在清净与不清净的无数世界中，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其中的雪域地区，雪山晶莹洁白，草原宽广辽阔，湖泊碧蓝如镜，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人叹为观止。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像身穿白纱的美丽仙女。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点缀着五彩缤纷的野花，清澈无拘无束地徜徉在山间草地，各种各样的绿树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被和煦的微风徐徐吹送，洒在清新的空气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在这离日月星最近的美妙圣地，至今尚未被污染。这是人间唯一的天堂，如此被人们赞美和向往的雪域高原，
是观世音菩萨的所画插图。在这里生活的众生，相互以慈悲心和谐共处，甚至连小小的虫蚁也得到了虔诚的藏民们慈悲的保护和照顾。清净无染的雪域高原，是具有无量慈悲与和平的真正的观音插图。如此美妙的雪域高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众不同的古老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当今在海内外受到高度评价的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法藏传佛教，就从这里发扬光大。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在此圣地不断出现。就在西藏东部被称为太阳部落的扎西卡，出现了观世音菩萨化现为善知识的5代护主木日上师。第一世木日活佛护主仁增江措，对流转于6道轮回的无边无际的苦海众生，升起了如慈母真爱独子般的大慈大悲心，远离名闻利养等自私自利的世间八法，一生闭关尽修持，获得如意自在救度众生脱离苦海的大成就。为建造殊胜的资粮福田，维修扩建了11世纪格萨尔王时期的一座古老玛尼墙。由于第一世木日活佛修正极高，声名远扬，因此这座玛尼墙被人们恭称为木日玛尼，成为世人朝圣礼敬的殊胜福田。许多高僧大德曾说，在木日玛尼墙的周围会自然发出观世音菩萨心咒6字真言的妙音。如今木日玛尼墙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具加持力的玛尼墙之一，闻名于世。第2世木日活佛护主旺波久美曲达，为满足僧众的心愿，经常在格隆寺密言持名兴盛院传法，有时到藏区的很多地方举行大规模的观音法会，劝说人们戒杀放生、断恶行善，将无数与他结过缘的众生送往解脱之道，一生中勤于利生，广弘佛法。第3世木日活佛护主白马德钦桑波，由于获得了无上的大成就，从而得到了无碍的神通和神变，时常亲自前往地狱，把与他结过缘甚至结过恶缘的地狱众生，从极为难忍的寒热地狱痛苦中救度到观音刹土。当地的男女老幼，但凡遇到大小麻烦或是感到痛苦恐惧时，都会呼唤木日上师，以求护佑。当地信众敬奉木日活佛为无上护主，颂不离口的木日上师成了当特的祈请呼唤，至今变成了习惯。第3世木日活佛以伽玛呆玛的成熟灌顶和大圆满的解脱秘诀，培养出众多持教高僧，尤其成为圆满次第6中阴教法西藏度王经的最重要、最有成就的承继者。有主要弟子第5世左钦法王，
米旁仁波切、根嘎巴丹尊者携亲家察白马南迦、大堪布根巴、图嘎如意宝、嘎托那琼、护主顶果钦者等许多高僧大德。第四是暮日活佛护主白马诺布，天生聪慧，广闻博学，精通显密经论，并且和前世一样，具有神通和神变等成就真相。一生中摄受弟子无数，为具缘者传授成熟解脱灌顶，并以六阴神通多次传授佛经、甘卓尔。最后于1959年时，在西藏那曲拉多乡，以袈裟为翅，在天空中无碍地飞往空行刹土。当地钦崩村和波萨村的许多村民都亲眼看到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奇观。像这样不舍肉身直接飞往刹土，跻身正得大坡瓦红化金刚身的传奇大成就，在西藏有史以来也极为罕见。第五世暮日活佛丹增卡恰多吉仁波切于公元1979年诞生在青藏高原的青海果洛黄河之源大神山阿尼玛沁雪山的右侧。诞生之时，虚空中响起了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六字真言的妙音，出现了许多祥瑞之象。人诞生后不久，被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尊者和诸多高僧大德一致认定为第四世暮日活佛的转世灵童。幼年时被舅舅白马格桑法王接到左亲大圆满寺，后来在宁玛派的教法中心左亲昔日森五明佛学院系统学习显密经论以及大小五明，在跻身成佛的大圆满无上成就者阿姜多丹尊者和护主白马格桑法王座前，领受了远传伽玛、近传呆玛、密续大全、无上智慧、大圆满上师心地、龙钦七宝藏、中阴文教得度等几乎所有的殊胜大圆满密法的灌顶、口传和窍诀，并实修实证。为利益各种有缘众生，第五世暮日活佛到格鲁派的著名寺院哲蚌寺学习了格鲁派的论点。在英国和汉地学习了英语和汉语。第五世暮日活佛的主要文思修行圣地，在左亲昔日森五明佛学院和左亲白马堂大圆满闭关中心。左亲大圆满修行圣地，自然天成的美丽胜景，仿如人间仙境。群山绵亘，绿草如茵，从神山上融化的雪水汇成小河，奔流穿越而过，宛如一条吉祥的白色哈达。左亲圣地行入八福金轮中心，殊胜祥瑞，诸多高僧大德在此闻思修行，获得无上成就。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左亲寺是宁玛派的别解脱界和菩萨界的授受中心，也是无上大圆满法的修正中心。盛名远扬的左亲昔日森五明佛学院，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是西藏东部康区唯一的一所五明佛学院。
在这个殊胜的佛法弘扬圣地，先后出现了许多跻身成佛的弘化者，以及许多声名遐迩、精通五明的佛教大师，如佛子仙盘塔耶、法王白马班扎、巴珠仁波切、全知米庞仁波切等。左亲白马堂是左亲圣地中的圣地，地形地貌具有8吉祥的自然瑞相，亦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公元9世纪，莲花生大师以神通降临到白马堂，把白马堂加持为其身、口、意、功德、事业中的功德圣地，并且受记：若人在此修行，能速得持名成就，朝拜结缘，也会永不入恶趣之道。据《伏藏法典》中记载，莲花生大师当时在白马堂搭起了白色丝绸帐篷，举行了盛大的甘露法会，并把甘露法药装在法螺中，分别埋藏在白马堂各处。后来，第一世左亲法王、白马仁增等大成就者和伏藏大师，从白马堂取出了盛满甘露的法螺等伏藏品。在这极为殊胜、如莲师刹土般的修行圣地，曾经出现过很多修行大圆满而获得成就者，以及许多运身弘化的大成就者，还有不舍肉身、空行刹土的无上成就者第4世末日活佛和财旺仁增仁波切，跻身成佛的近代大成就者阿姜多丹尊者，也曾来到白马堂闭关修行。左亲白马堂大圆满闭关中心于公元2000年由左亲寺第12代法台白马格桑法王创建。白马格桑法王是莲花生大师意的化身，是当今最伟大的大圆满传承上师，在藏传佛教的再弘期，以讲、修、事业为恢复宁玛巴教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法王创建的大圆满闭关中心，具足工巧，精美庄严，是修行无上大圆满密法的殊胜道场。闭关中心的中央为传授大圆满密法的钢尖金莲花宝殿，环绕莲花宝殿四周的有讲经殿、五明殿、扎龙殿、彻阙殿、托嘎殿、护法殿、藏经阁等10余座殿堂。莲花宝殿2层的右侧为日光殿，左侧为月光殿，中间为如意宝殿，背后为含藏几乎所有佛学经论和大小五明的藏经阁。莲花宝殿的主供佛是原先供奉在康区格日拉堂的觉悟佛像。这尊觉悟佛像是藏王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入藏时，与拉萨大昭寺的觉悟佛像一起迎请进藏的。这2尊觉悟佛像都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加持过的，具有同等的无上加持力。莲花宝殿中还供奉有极为珍贵的、具有殊胜加持力的真达玛尼塔、贤劫第3佛引光佛的佛舍利、珍贵伏藏文书、右旋海螺、巴珠仁波切注写的普贤上师言教原文手稿、集美08尊者的金刚普巴和灵杵等具有无上加持的诸多古老的佛像和伏藏品，这些都是积累资粮的殊胜福田，是雪域佛法兴盛的重要所在。
释迦牟尼佛转法轮节，闭关中心将举行菩提大公法会。法会时将进行三宝所依殊胜灌顶，信众能够见到供奉在莲花宝殿中的上述珍贵佛像和福藏品。在白马堂附近，还有白马永宗修行洞、大威德修行洞、八珠修行洞、长寿修行洞、米旁修行洞、暮日修行洞、林喇修行洞等高僧大德加持过的殊胜修行圣地，还有很多神奇的福藏埋藏处。在此修行能自然升起定慧之功德，是极具加持力的修行圣地。护主暮日上师的历代活佛们，是左亲大圆满、龙亲心髓的主要传承持有者。在雪域高原，名闻遐迩，众望所归。自1959年第4世暮日活佛圆寂之后，太阳部落扎西卡各大圣地的僧众们一直翘首企盼，能够早日迎请转世灵童坐床。公元2004年5月29日，扎多五座寺院的主持活佛来到左亲白马堂大圆满闭关中心，迎请盼望已久的转世化身第5世暮日活佛丹增卡恰多吉仁波切。第2天早晨，太阳从东方越过山峦，金色的光辉普照大地。左亲大圆满寺、左亲昔日森5名佛学院的活佛、堪布和僧众，当地统战部、宗教局等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以及许多虔诚的藏民，纷纷来到白马堂，迎请暮日活佛前往扎西卡坐床。吉祥的桑烟飘摇在清新的空气中，与迟迟不肯散去的尘雾交融在一起，如幻如真。殊胜转世化身第5世暮日活佛被迎请到车上，前往圣贤辈出的圣地扎西卡。
见到书圣转世化身的虔诚的藏民们，头天晚上兴奋得没有睡着觉。第二天天刚破晓，就早早来到路边，手捧洁白的哈达，口诵吉祥的祈祷文，等待末日活佛的到来。桥梁，弯曲狭窄的土路坑洼不平，但是任何坎坷和崎岖都无法阻挡充满勇气和喜悦的高原藏民们勇往直前的步伐。神山脚下，蜿蜒清澈的扎曲河水向东流经的辽阔太阳湾草原上，威武彪悍的康巴汉子们身穿节日盛装，骑着装扮漂亮的马和挂满旗幡的摩托车，放声欢呼，兴高采烈，将第5世末日活佛迎请到营帐中。经过1个月充分准备的人们，为迎接书圣转世化身，今天仍是忙忙碌碌。扎多宁玛巴的5座寺庙的活佛、堪布和僧众们，手举宝伞和圣状，在欢乐的唢呐和悠远的大长号声中，为代表清净无垢和虔诚的心，手捧哈达，排着长队，等待第5世末日活佛一行的到来。
们见到日夜祈请的护主暮日上师的转世化身，升起了无比的信心和喜悦。激动不已的人们围绕在暮日仁波切的营帐周围，等待他们心中的护主摸顶赐福。暮日仁波切走出营帐，为信众一一摸顶赐福。31日上午，坐床典礼正式开始。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藏民们，满怀虔诚和喜悦，围绕在主帐篷四周。以左亲白马格桑法王为主的10几位活佛、康布和僧众，开始念诵长寿仪轨，等待转世活佛登上宝座。庄严的气氛中，第5世末日活佛丹增卡恰多吉仁波切
被迎请到主帐篷中。仁波切穿上庄严的黄色法衣，登上了宝座。宗教部门的领导祝贺第5世末日活佛坐床，并颁发格隆寺第1序位活佛证书。甘孜州宗教事务局关于同意景维多吉为第1序位第4世白马罗布活佛的专事领头，符合规定要求，受系齐全，并同意批准。坐床典礼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向末日活佛奉献哈达，以示吉祥和祝贺。僧众代表向末日活佛供养长寿宝瓶中的甘露以及各种吉祥圣物，祈愿活佛长久住世。
钦大圆满寺、左钦昔日森5名佛学院以及扎多5座寺庙的僧众念诵吉祥经文，祈愿殊胜化身长久住世，法轮常转。同时敬献7正宝和吉祥8宝，以示祥瑞。左钦昔日森5名佛学院的第34代法台大堪布乌金仁增活佛代表佛学院宣读末日活佛的毕业证书和佛学院副院长的任命证书。俺这个点不点去，点的是这个，咱们来人不提样是更长的吧？点子开始都点去了。雪域智者之源，左钦昔日森5名佛学院北修郑州之观音菩萨的化身末日仁波切第5世转世活佛丹增卡恰多吉，在我院闻思修显密佛法以及藏文化，已学成毕业，现特颁发此毕业证书。同时任命为昔日森5名佛学院的副院长。没有感觉点，没有希望点是比较东西。格隆寺持戒清净、闻思修精进的年轻三藏师代表，讲说5圆满以及佛本生传、佛法传播的历史、密法的传承历史等，以示吉祥。为祝贺末日活佛转世化身重临法座、长久住世、法轮常转，而供奉3身曼茶罗。各寺庙的代表以及活佛、部落的头领、藏民手捧哈达，敬献象征身、口、意、功德、事业的吉祥物品，以及金银、绸缎、茶叶、牛羊马等成百上千种贡品。
且将各寺庙和团体这次为坐床典礼所供养的物品全部回赠给供养者，并为扎多5座寺庙修建佛学院、救助孤寡老和贫困学生捐赠钱款。如意救主白马格桑法王代表左亲对这次坐床仪式的如法和圆满表示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法王说，佛法是众生的安乐之源，对此殊胜妙法应加以护持和弘扬。在这个世界上，要护持和弘扬佛法，必须有具格的高僧，而护持和弘扬佛法的正确方法，唯有传法和修持。因此，不应向外寻找，而是要内求。在修行者自己内在相续中的佛法，应恒常保持清净，不被染污，这才是护持和弘扬佛法的根本所在。要摒除那些为个人安乐而出卖佛法的伪僧人，时时处处保持佛法的清净。法王强调说，如果每个跟随佛陀的弟子都能使内在相续中的佛法保持清净，那么由每个清净个体组合而成的团体的共同佛法，人类最珍贵的瑰宝将会永驻世间，并为人类创造安乐与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法王还教导，广大信众的暇满人身就像如意宝一样稀有难得，因此要把暇满人身变得具足意义。人的寿命就像风中的油灯，无有依靠，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所以我们应该和死神赛跑，并精进修持佛法。不论生在轮回的哪一道，都会被3种痛苦所逼迫。因此我们要争取获得离苦得乐的解脱。因为因果不虚，所以我们要断恶行善，要升起大慈大悲心，具有正知正见。最后，法王祝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消除伤害的心和行为，相互之间升起如同父母、兄弟姐妹般的爱心。祝愿人类远离灾难和危害，永享安乐与和平，
也祝愿其他生命永享安乐与和平。第五世末日活佛丹增卡恰多吉仁波切坐床典礼圆满结束。十方三世如来至悲相，观音菩萨化显善知识，护主末日上师化身尊，丹增卡恰多吉前祈请。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